我孙子以前小是有一点自闭症的，是不残忍的哦，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的。去幼稚园的时候他不肯学习他就去人家的桌子下面睡觉躺住。1年级他的成绩是很差天天给老师complain，以前整天都拿鸡蛋的。他去补习老师都不要再送他了朋友的介绍叫我们给他试看这个Gen Plus看喝了会怎样。那你知道他喝了他的成绩有改善学校的功课还有听写A 加2那些通通都有改善，不会一直拿0班了也是有听话一点吃完了，还有了好吃吗？到现在他已经有改变很多了可以参朋友现在跟朋友好好的聊天什么都可以了。他也是肯学习一点，在学校学习方面也是有改善考试什么都有进步一点